各位早晨，我係 Kelvin。咁今日要提一提大家就係嚟緊總會呢，其實需要改啱名先至可以入去 Zoom 嘅 training 嘅。咁我舉個例子就係嚟緊10月25號有一個 Zoom 嘅 training，咁需要改名。咁個改名格式係點樣呢？就係你嘅分會名稱、你嘅崗位同埋你個名。舉個例子啦，如果係我嘅話呢，就係 Nexus 嘅醫師 Kelvin Lo。咁而點樣去改名呢？要留意啦。如果你係用電腦嘅話呢，就喺你個名嗰度撳 My Profile。My Profile。咁你需要係登入你個 Zoom 嘅。登入咗呢個 Zoom 之後呢，就喺呢度 Edit，你就可以改你嘅 Display Name 啦。咁記得你改完之後，其實以後個 Zoom 都會改咗名，要留意翻啦。咁如果你係用手機嘅話呢，就簡單啲，手機可以直接喺手機操作撳去 Profile 嗰度就可以改名。咁我轉頭都會補張相俾大家睇一睇。